北京天坛啊，祈年殿啊，那在台中五峰也有一贯道祖师庙，白杨圣庙啊，一贯道祖师纪念圣庙，也是仿照这个北京天坛啊。我们家的白杨圣庙在台中五峰，2020年，中华民国109年12月27日举办的活动。27号是师尊师母传道90周年纪念感恩大会。介绍活动是好像9月跟10月份，介绍白杨圣庙是9月跟10月吧。好像就是9月跟几月份了，不太记得了。网络搜寻白杨圣庙，这外形就是北京天坛了。这个叫北京天坛祈年殿啊。